第二个寄送呢，就是如是最胜庄严具，我这个已经讲了是吧？最胜衣服，最胜相，摩香烧香，于灯烛，一一介入妙高居，我悉供养诸如来。那么，这个就字面上呢，就是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个最殊胜的，这个人间的这个最好的就是妙衣，就是天界的最好的这个妙衣啊，就是自己的是舍不得穿的。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衣服，一般的可能修行人的话呢，就是不太这个重视。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就是所发现的，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包括一些这个在商品这个市场上，就是有一些很好的这个衣服的话，第一个意念就是供养这个三宝啊，就是现在一件衣服都是特别贵，就是好几万块、好几千块钱。有些人实在是没办法，就是到哪里去想买，就然后买也买不起，最后呢就是这个衣服就很贵很贵，就是供养三宝，就是他自己没有钱买，就是所以就是他就一环供养，就是那这样也是可能很好吧，就是这个最盛的这个衣服啊，就是最盛的这个相啊，就是这个相当中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衣法方面也有差别，就是也许是天间呢、人间呢，就是不同那边。咱们当中是这个相呢，就是没有分那么多，就是我们在这里呢，刚才前面也是这个，刚才前面是对图像，就是刚才前面的这个相呢，一般是我们这个印度以前有个传统呢，就是好多都就是特别就是好的那些像呢，就是涂在这个自己的身上。以前那个汉地皇宫里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传统啊，就是也有这个传统。那现在的话呢，就是不需要皇宫里面，就是应该在外面的这个市场上呢，就是有一些香水吧，就是这个香水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有好多人呢，就是出门的时候就是涂到自己的这个身体上，就是路上遇到的时候呢，就是香喷喷的这个就是好像就是就出现一种，但这个的是就是也许是可能供养自己也有功德，但不管怎么样，汉地很多这个人呢，就是天天的是供养自己，就是这些香水。但我相信我们最好的呢，就是好的这个香水啊，就是这些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呢，在这个佛像上，就是唐卡上，或者说在这个佛堂里面呢，就是喷一喷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也是很大的。就是刚才是图像啊，就是那么这里呢，就是最胜相呢，就是分为这个魔香是指的是就是粉末啊，就是粉的，就比如说檀香啊、沉香啊，就是这些做出来的就是细粉的这种香。然后烧香呢，一般是就是一个一个的，就是也有粗的，也有细的。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寺院里面呢，就是有些时候是香火很旺，就很旺这个。那么就是有些这个寺院的话呢，就是卖高价，就是说是这一炷香呢，就是要几千块钱，要3万块钱，就是那么这个要超度的话，那就是要多少多少。但这个都是不一定在佛经当中是有的。就是其实这个供养和这些呢，应该是这个随缘好一点，就是不要呢就是以后有一些非要有一种这个要求，就这个是多少多少，就完全就是这种这个公平或者是佛教的教育变成一种这个市场化的话呢，就是不一定是合理的。所以这个烧香还有这个灯的话呢，那么就比如说酥油灯啊、油灯啊，还有这个香油灯啊，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灯吧。就是这个长行文当中说，这个油呢，就是这个像这个大海一样的，然后灯芯呢，就是像须弥山一样，就是就这样的这个灯柱啊，就是灯柱一一的，就是每一个这些贡品的话呢，那么就是非常的这个庄严、美妙、殊胜，然后清净啊，就是无比的这种令人这个欢喜，就是从成色方面也好，或者说是颜色方面、性状方面、摆设各个方面的话呢，就是特别特别。我们就是贡品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一看的时候呢，就觉得好舒服、好庄严呢。我们对这个个人呢，就是带来这样的一种这个兴趣的话呢，就是那么这是这个很这个好的一种供养。而且这样的这个供养呢，如果自己有财富各方面的条件的话呢，就是当然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如果没有的话呢，心里面观想也可以。凡是呢，就是告入这个妙高山，妙高山是指的是这个像须弥山
那样这个器具就是特别多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就是供养乐啊，就是供养乐释放这个一切这个如来啊，就是我们对这个释放如来的，就是有这样的这种供养心呢，就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这个寺院里面，我觉得是，尤其是在汉传佛法的一些寺院里面，公平陈设呢，就是应该说就是特别好的。不管到哪个寺院里面呢，就是供花、供香啊、供灯啊，就是供水都是就是不是很多的。现在供灯的也是按照我们藏传的这个灯旗啊，就在很多寺院里面就是比较这个就庄严，就是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我看可能这个以后还要这个供水啊，就这些也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平时讲这个无供的时候，就是供花、供香啊、供神秀啊、供这个什么这个灯啊，就是香啊，就是这些都是这个无供当中啊。原来我们上师如意宝还没有圆寂的时候呢，就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视的这个普贤行愿品，而且普贤行愿品呢，念诵的时候呢，就是也这个无供呢，就是一起啊，就是并行的。现在也是我们这个学院里面就是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一边就是放这个乐器，就是刚才这个有这种这个音乐，还有呢就是供灯和供水、供花，就是这些呢一直是就是不断的。就是上师如意宝圆寂现在是这个89年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学院里面呢就是也不断的这个去这个进行一直在做这样的这个务工，希望我们在各个地方就是开发会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平时自己在屋里啊，就是自己在这个修善法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最好在这个佛像面前呢就是做一些这个供养就是做一些供养。说实话，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自己现在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因为学佛是的确是这个违愿比较大的，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网上就是自己也这个陈设佛堂，就是在电脑里面陈设一个佛堂，就是然后呢就是做供养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这个也是不请求，就是别人就是这个做这个佛堂就是而且自己呢也可以就是特别这个庄严的，这里面呢就是也可以。现在很多人呢在网上就是虚幻很多很多的虚拟的世界比如说我跟这个别人就是开始打仗就是我跟别人呢就是什么这个做各种一些非法的这个就很多很多的，就是最后的自己的是白天黑夜都是在这个沉溺在当中的。很多年轻人是的确现在是特别特别可怜的。以前那个古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虽然没有科技那么发达，就是可能我们穿的吃的都是不一定是如此的这个丰盛，就很好的。但是呢，就那个时候的人的这个心呢，就是比较这个亲近的。现在呢，大多数的人呢，就是依靠网络依靠书籍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堕落的这个因呢，就我在我们面前呢，就出现这个层出不穷。所以说呢，我希望我们以后就是要运用这些的话呢，就是应该用于这个善法方面用于这个善法方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哪怕是一瞬间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供养的话呢，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就是大的。尤其是我们像真正像这个获得这个求大果的人呢，就供养佛事就是绝对是不能这个缺少的。以前那个就是有一个叫做释迦谱就是释迦谱里面呢，就是讲的就是于诸佛田中佛田最为就所有的佛田当中是佛的佛田呢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就是那么最好的。若欲求大果当供佛田。如果你想真正这个求大的这个国宝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定要就是供养这个佛陀所以现在就是每一尊这个佛像呢，就是我想谁都就是不会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个困难的那么以前呢就是像那个一尊，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要说那个佛像就是念一串这个念珠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藏地是不敢就是外面露出来。就如果看见那一个家里有这个一尊佛像的话，但是可能就是会受到就是很大的这种这个惩罚。就是那现在呢就是也没有这样的这种这个控制，因此作为佛教徒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积累资粮的，特别就是殊胜的一些这个方法。我想呢，就是我们也应该就是
就想尽一切办法，就是难得很难就获得这个人参呢，就非常难。《妙法莲华经》里面供佛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功德，就是我想大家呢应该这个清楚的。那么经常呢就是这个供佛，有些人呢可能修行呢各方面的是还是这个很困难的，但是呢。就是自己还是对这个供养佛啊、供水啊，就是供这个供灯啊，那这些方面就是很有这个信心的啊。就最近呢，我们这个可能就降了这个如菩萨心以来的话呢，在这个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呢，就供灯的人呢，就越来越多了啊。就有些这个居士团体的话呢，那么一年当中的话，供这个这个几万盏灯啊，就是那这样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多的。当然这个就这也是确实是这个三宝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吧，让我们很多众生呢，就是具有这个种佛天的这种因缘，就是这是特别好的啊，就应该说是我们对世俗的所有的这些善根呢，千万不能这个灭死啊，就是千万不能这个灭死。你自己的境界再高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做供养呢，就是都不能这个就间断。就是我都经常想就是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呢，每天都是不间断的这个念普贤行愿品就不间断的念普贤行愿品。我们后面的这些应该说是传承弟子吧，传承弟子的话呢，就是以后也应该就是行持这样的这个非常这个高尚的这个行为啊。我也很欣慰的看到，就是现在各个地方的话呢，就是都以前在这个学院里面带过的一些这个出家人一些居士他们就是到了各自的地方以后的话呢，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呢，就经常就是发动大家就是一起念普贤行愿品，一起放生，一起就是做供养，这些都是应该说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现在实践上来讲呢，就是念普贤行愿品呢，就是做这些的这个善事呢，很多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给别人讲中观、讲隐敏、讲这个般若的话呢，很难的。我也是，本来我的这个专业呢，就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个无上密法、般若法门呢。因为以前呢，在去学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前行呢，这些都是虽然在学，但是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我的很多的这个青春呢，就是花在比较深的这个般若隐密就是或者是密法方面。但是我现在这个专业呢，就用不上，就像现在很多这个大学生呢，他原来就是搞这个计算机的，后来这个出来工作的时候呢。计算机的就根本就是找不到这个工作，就是最后呢就从来没有学过的一个东西呢，就是给别人。所以我自己呢在前行方面确实也是这个修行不是很好的，就是说实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供养就是然后这个普贤行愿品就是你看普贤行愿品我读了那么多年，念了那么多年，就是那么我第一次给别人讲，就是这是说明呢，我跟我的这个专业跟这个实修呢还是比较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也是包括无部大论的，就是这些道友们呢，就是讲居士论，就是精通无碍；就是讲这个什么这个中观阴沉派、自序派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严谨的会真的大大的。可是，一讲这个前行一讲这个实修法的话呢，我听说我们现在很多学院里面出去的这些人呢，经常就是讲什么中观阴明就是讲，但是讲中观阴明的下面的大多数的90%-80%的人呢，都是在这个大瞌睡，就是都在坐飞机。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用的呢，还是大多数人的这个根基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比较这个前线移动的，尤其是比较这个就是普贤法门的，就是这些呢，就是大家都应该能接受。因此我们要善于这个观察，就是众生的根基，否则的话呢，下面的这些根基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世俗谛的根基，就是然后只有法师呢，就是他自己是圣义谛的根基，然后他自己把圣义谛的境界怎么样讲也是。下面的人呢都不能接受，也是恐怕是不合理的。所以在这个华严经里面经常也是有这个就是三巧方便，就是了知众生这个意乐根基就是根性，就是这也是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这以上呢，刚才就是讲到了简单的这个有上供养就是有上供养呢，就是有2个偈颂来就是进行说明。